明有車啊，小心！喂，細路點過馬路㗎你？小朋友年紀太細，有時係因為貪玩頑皮跑出咗馬路，所以過馬路嘅時候，家長千祈要打醒12分精神，唔可以有任何疏忽，就好似以下呢2條片咁，差少少就釀成大意外啦。早前一位小朋友落車，突然想衝出馬路，好彩各位大人反應夠快，先可以避免車禍。但另一個意外，小朋友就冇咁好彩啦。一名3歲嘅小朋友突然跑出馬路，撞向的士車身，受傷倒地。好彩呢2位小朋友都係受輕傷啫。但意外即係意料之外，唔係每一次都可以咁好彩。如果釀成大意外之後，咁就後悔莫及啦。